咱各所在会起这个圣堂，这是有原因的，这是有原因。因为道统来到18是圣堂里，阮爱学念道，念道的心就是要来融入咱的心啊，对无？所以道统到18，到处爱起圣堂。大多是文啊，大多个时代是文啊。然后若有咱厝内安一间堂，要无就来用一个较大叫做道中心咧运作。但是来到蓬莱仙岛了，毋是安尼啦，对。因为蓬莱仙岛咧修的都是叫做幸福寺，你有幸福无？老师是讲踮伫蓬莱仙岛，从处食清是免烦恼咩？你有烦恼无？有啦，嘛是有啦，烦恼嘛是有啦吼，但是你的烦恼是因为要食较好，要住较好，车要开较好，但是因为啥物会拢总咧甲人比，希望会当比人较好，所以你咱开始烦恼。生一个囝，我莫留一间老仔厝互伊啦，你袂烦恼？对。嫁一个查某囝，我莫一只用胖的飙车，你袂烦恼？但是即卖即个时代就变安尼去啊！即个时代就变成怎变成是生囝生孙生了嘛好，生也好，是大人的心中一个咒。是人若趁有钱，伊无感觉这啥，但是是大人趁无钱，伊咧想讲我另外若要安怎甲留一间老仔厝互伊啊？我咧住都无住老仔厝咧。有影中的即个压力就更加了，有影中即个是关键。所以咱知影，本来到世间是因为福报的关系，对。福报好，当然人伊事事免烦恼，但是你讲伊真正无烦恼吗？你像古台语拢无烦恼吗？对。24点钟从咧无够用啊！我足惊足早就要离开世间咧。人无够用就若免养生，就是安尼。工厂太大，业咧太大，哇！咱人拢安怎？毋是讲来到世间就是要行一个事业嘛。所以看书无看业啊，书大业就来，书大业就来。是啥意思啊？所以业是伫书的下面，希望书会当成功趁大钱，伊毋知伊生命足早人就要来抓伊。一天我去看一个国术，哇！54，倒哩病的是，伊若开始写着伊的感言。过去因为拢是看即个书，
所以这种用头的，16点钟。但是到14月，伊看到伊的股票上市嘛，对无？代表事业有成。伊真啊感受到讲，伊真正会休息，无人会吵伊，对，伊啊拢关机啊，哦，会用道理病接近着迄个。所以这种感觉写了，当然伊世间，还有像这个感觉，啊，甲传出来，这就是伊的听，对，伊听一机会就是，你拢无咧听机会，要不你是放屁死，你有放屁啥无？你毋是逐工请假？虽然食较歹，无嘛有可能，袂歹，对。你叫人食菜，我袂听人食菜，讲迄食爱好，无法真正食袂落，时间到，就食落。那环境当然袂当去改变但是这个思维是在转变的，食会落，食袂落是因为这个思维的问题。所以咱今仔想着爱熟悉个天时，天就是希望你会当洗肠换肚，10年了过。你在世间要洗一个肠换一个肚，有的人是足困难的，有的人足简单的，对。像即卖的囡仔拢无出来出世，海里树时段都咧收啊，即个孙仔来出世，伊就开始受死。就出世开目了后，时段就一定互伊。沐浴在那个道场的气场里面，他的思维的办法规则，现在就不来出世了，伊就不来出世。所以圣堂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所在，是安怎叫做18就是18代，当然这个是在人这有特殊的含义。伊那这个写10遍，对，10遍就是第二。你若讲数字拢记遮啦，一个啊。你若讲10遍，10遍伊的结合的，就是2个9嘛，就29嘛，敢是？这点老师上知影，这点老师上知影。至今以前29嘛，伊嘛是用29啊，对吧？伊嘛是用29。到这29咧讲啥？你若2个达到做伙，大家一家人就变10遍。10遍若是讲道统来讲，靠10遍来到师尊，伊嘛是10遍来。现在咱要讲18，现在要讲都无关系。18若到做伙来变啥？变36啊，有无？18若加做伙36啊。29若加做伙就叫做18啊。讲来毋是拢一家人吗？对。所以若是做点书点落事有咧死，真正爱去家认识。这今仔日来用，大千寿数28了，至今已经29半，36官色一条体，只成文字合形状。这数字来讲，而且你无直接去研究，要无你要研究啥？爱多少也提问。所以老师咱讲道统到18圣堂哩，所以咱甲看的有法大家嘛去圣堂的。有人讲，去这是要创啥？这毋加浪费钱。你会感觉加浪费钱无？对啊，去圣堂你看出钱，这叫做这个地方成就圣堂，那不是开玩笑的呢。无福气的所在，免那成就圣堂。
敢是？会当强烈完成一根圣堂向上天表白，当初出钱的人拢是大户，啥开源？啊，什么叫开源？开源就开始啊，哦，啊，所以有开源就忙。台南有一条开源路，敢有？敢捌去？啊，开源路有好无？开源路会通天地哦，你敢要相信？啊，若有经过天地，你着爱怎啊？过公路山林一啊，老人地个。迄条路足远呢，安怎行哪歹行？所以永远还是你行行。上天赐你上迄个地理嘛，咱开源路上开源寺，对不对？啊，开源的寺边有仙公庙呢，九庙东行开源路，开源大路通天地，有通天地无？啊，开源道路讲有通天地，所以当做开源的工作，我拢绝对靠。因伊的终极目标就是天地啊！你莫去佚佗呢啊？因为咱出来佚佗啦，行行的啦，你风景袂歹，迄叫做人欢馆。对，人欢馆公路。以前，哦，啊，毋过并过，毋通讲并过天地呢？并过天地就对台东去啊呢？啊，到离台南发的公路就袂去到天地嘛。啊，伊台东发的公路就是来到天地嘛。啊，伫遐斗嘛。哦，要过台东的人伫遐换车。哦，啊，伫迄边的人要过来台南迄边伫遐换车。咱是真正有天地的，我无咧骗你。哦，啊，所以你若要天地看有水无营养，啊，就招一个车开一个，哦，慢慢行。但是吼，人佚佗伤暗，因为下晡2点我拢会起雾啊，哦，下山啊，哦，啊，秋天会使去，秋天若无落雨会使去，啊，无平常时无去吼。但是啊，拢会搭个乌金落吼，以前，哦，那这个头，这个衫啊，你叫乌叫吼，哦，对，条件都水的，哦，你行行看看，透这个地理清这个，但是咱都哇，高山顶悬，东道理，哇，神一个景来，真正神一个景来，所以这条开源路是。所以现在我来讲，我开源的工作，每样代志的开始就叫开源，对。开始的工作，伊就是烦恼多，对无？哦，啊，迄个争议多，啥物代志拢足多啦，拢伫遐咧开始。啊，即摆电视嘛，啊，大家来支持，大家来这个新闻行行看看。所以呢，会当带一个所在好市的一间圣堂啊，这是无简单。你无畏师在一个所在，互这间圣堂的壮大，互这个圣堂悠远的庄严，这就是一家的主所提升奉献。大家所在拢爱，毋是讲咱这大家的，对无？啊，你代表点样属灵的啦？伊毋该去一间圣堂，互恁来遮听道理，佫袂煞吼，敢是？啊，即卖的社会啊，哦，较早家己开成多咧嘢咧，咱敢像龙哦，即卖若像我咧扶人啊，人的要求越来越高，
哦，较早我行医疗台的，迄时阵咧广告咧，伊嘛拄仔坐较少换，伊嘛咧听道理呢，伊嘛咧受用呢，即嘛毋是呢。我医疗这撇者，撇者，但迄慢慢发业到。对，这边啊偏帮，迄边啊偏帮，讲话就散去。啊，所以好大个舒适，对无？谈咱的工课，咱袂哦，头拄仔讲的，无为电中的操作，电中最细单，对，啊，就操作得了。哦，家己问一个啊，真有必胜。我拢咧做一寡个人啊，一寡xã会吼，啊，啊，但是伊这个囝，高强悍大，好，真歹去。啊，真歹去是伊先成就啦，大事情上。啊，伊做怨叹的啊，哦，生活无甲保庇啊，对，啊，但是伊善事嘛是咧做啊，哦，啊，就来对来去讲着怨言就来啦，啊，你就毋免甲烦恼，哦，人即卖着政府提报对，你甲报，像你一个人啊抄落去，无，你就甲送去，哦，啊，照亲像送去报案。毋甘啊！这个时阵佫毋甘呢，毋甘会当着收容咯。啊，着爱做遐物件维持家庭，对，啊咧做咧送佫咧烦恼，一个人一粒心三项用。你讲即说我咧做。所以来迄一感觉，哦，啊，就记得从伊遐送去，去路上，关系啦，开到国外当真少，啊，拢是医生，安尼别个玩落去，安尼应该就唔玩。啊！你讲咱上天毋足够慈悲，果然毋是天要慈悲，是你袂晓去甲转变。你毋甲转变，你着照你习性咧走，受的嘛是你爱受。你若会晓好好甲安斗好势，你也轻松，伊嘛有人照顾，伊嘛有人照顾。啊，当你安尼活拢一手咧包。啊，就来一个啊，拄啊好心咧狂咧，这样咧送，无人这要搁做这，哦，要搁摕互人诶，你讲，你会堪即几摆两腰筋？你会堪即几摆？像你若讲玩可怜呢，你头壳电话讲安尼讲袂听，无你搁那遮许混，你嘛拄啊好做啦。啊，你讲天毋对吗？那我讲天对啦，哦，天对，他带动你要往过路咯。但是现实的人生很残酷啊，在这边啊，嘛是爱政府去保来单位来保障。进这个红海先生就是安尼，红海先生就是安尼。所以人家人生过程你要去哦，好好运用，对无？咱当上的心灵三尊对，哦，然后我就是五尊嘛。啊，你第三位做的身上有看到啥物嘛？啊，捌来应用介绍上一个无？来，你看到神。啊，手上看不言而佛，哦，啊，你若甲伊看，啊，伊今仔日甲看面着祖师，啊，明仔载无甲换看一个啊济公老师，对无？啊，要无
是。就像我讲啊，做三分嘛，吼，三分应运之外好啊，你要看老师，要看祖师，要看南海沟，你爱静心讲，因身上拢有宝贵。因我着去摕啥物宝？伊毋是要边仔互你看，伊要互你悟。我要安怎伫伊身上去悟着啥物？你要伫伊身上去看着啥物？哪叫做悟？所以你就。即阵做书都参考了，无哪休息，这上定做的款啊！那是元宝啊，敢是元宝？伊手底敢是元宝？元宝手元宝。啊？乾坤杯啊！迄边是摕布袋就对啦，敢是？你讲安尼意思，我听拢无。乾坤袋就是布袋。乾坤袋。哦。布袋。这边呢？这边应该有摕一半佛珠嘛，敢有？一般啦。敢是有摕佛珠啦。平布袋嘛。正手摕佛珠。因为我真济啦可能共公司做的啦，因为这个没有定案啦不过看足济拢正手摕佛珠，倒手摕布袋嘛，这个祖师的宝分啦，老师呢？所以老师伊家讲的，济公叫做寡妇人，但是济公寡妇嘛，那济书呢？济公寡妇济书呢？济书的众生啊，对不？济公寡妇济书众生，济公，咱一般拢叫老师嘛，嘛有讲老师啊，那济书呢？济书叫多利啊，对，老师毋是名叫多利啊，你困饱未？所以陈老师的道理一深，我就我办。但是你要看到伊的作用，你要学伊的宝贵，就是学迄两字。带做着你若无外参这21世纪接的字，因为这个道盘是单咧运作的。你问我都100多年啊，单咧运作100多年，单咧成有名咧，100多年单咧成有名咧。你要看咱的道统记载规17组17大组路组嘛，对无？伊当开辟用的法门尔，迄个门当拍开尔。伊拍开即个法门的顶有太极成龙仪啊，它就在开始。是，若道统延续到尧舜，因为太久啊，讲你听你嘛爱帮忙。讲近代到17代数，对，17代数你捌看无？有看到有相是看到人。